亲、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最近这几年来，无人机大量运用，嘛改变未少人工作的形态。像农委会农林航空测量所，长期来担任着国土记录者的角色，执行空拍的任务。2016年，因开始发展无人机队，到2019年的年初，确定有成立军来加入了。农航所甲民间单位合作，打造国内第一款的无人机雄鹰，会当伫1000公尺以上的高空执行任务，伫天顶飞的时间会当有4点真久，而且高智慧、真有机动性，阁会当省人力，避免伤亡。若要加入无人机的小组，原来要经过严格磨练。今仔日节目一开始，就来看雄鹰的团队训练的过程。目睭就违规的厝顶是都市特有的风景，若庄脚一个一个纠缠，袂输是大地平步。这位空中看台湾记录落来影像，拢是农委会林务局农林航空测量所空中翕的成果，因即马有最新的鉴定。普通火车随变做行动的工作站，作业人员将天线诱好势系统建立好，就等主角登场。底是白色的，有黄有青，机身有3米长，机身的前后有2米4，重24公斤。农航所甲民间公司合作，打造全台湾头一款定式型的无人机，有一个真威风的名叫做雄鹰，因为伊搭配高解析度的相机，袂输雄鹰同款，有真来鹰眼，会使翕到更较真实的土地面貌。来地面站检查 F 讯号。F 讯号满格，卫星颗数11颗，温度55。好，收到。好，准备起飞哦。温度60，可以起飞。起飞后，伫天顶里飞雄鹰上较悬的速度会使接近145公里，一般伫1000到1200公尺执行任务。因过上悬会使飞上玉山海拔4000公尺的所在。虽然伊所翕的范围无到像载人飞行机遐宽，因过又有高机动性，克服分站的障碍，低空拍片的特性。瞬间可以抗8级风没问题。那以安全来讲，平均大概3.5级风就取消飞行，因为我们载的相机比较昂贵。甲一般所谓单眼相机无共款，雄鹰所翕的相片真清楚，解析度达到1亿位数。伫1200公尺的高度，地面上8公分的物件拢看甲真清楚。为山顶到流水，为林务到海边啊，雄鹰的公开宣告农航所的牛车进入高智慧无人机作业的时代。雄鹰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就会以这样子的组合呈现。除了本身的定义型无人机之外，货车也会变身为控制台，结合了监测与塔台的功能。我们现在右手边看到的是模拟真实民航机的仪表，比如说有空速、地速、温度、转速等等都有。发现小型塔台搭配个人家己研究出来飞行控制电脑，雄鹰会使执行视线外的自动导航的任务，而且低空时间有4点钟往回台北台中一抓无问题。不过雄鹰是属于大型遥控的无人机，需要经过训练，通过民航局检定的飞手才会使操作。目前是民间的飞手伫代替。监看数据需要长时间的培养跟经验，去判别说什么样的状况会影响到飞机。像你这样大概要训练多久才能上？如果说每个天都出任务的话，1年的时间去培养，因为有太多紧急状况需要去经验的累积。我们根据天气，或是根据一些任务状况去调整引擎的油针。如果你只要一调不准，才会在外面熄火，那你飞机回不来了。调不回来。对，调不回来。如果真的飞在空中熄火的话，怎么办？如果是在2公里以内啦，我们可以滑翔降落。对，安全降落。可是如果你超过2公里了，你在外面没有动力，你可能遇到逆风或是顺风还是怎么样的，你就滑不回来。那怎么办？那就摔掉了。为教练伊就问拍拼学习遥控器的操作，因是经过层层的关卡，农航所选出来精致飞手，虽然拢是来自无同款的单位，不过目标拢同款，未来将接手执行雄鹰的航拍任务。
雄鹰它其实是会希望去做森林经营的一些维护，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些环保或是生态上面的这些管理。那我觉得，因为我喜欢户外，原因也是我蛮喜欢台湾的，就是大自然的。那雄鹰如果可以在这些保育或者是维护管理上面尽一份责任的话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是第一架国产的，所以应该是全台第一个，所以这是蛮特别骄傲的。而且我们是第一个，就是可以去操作这台飞机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荣幸的地方。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，就是学会操控这个雄鹰。飞行准备完成，起飞。租借几千万的雄鹰，要有专业的证照才会使飞。菜鸟飞手敢会使先用缩小版的练习机，一直练习操作。不过雄鹰机队的成员平时拢有家己主要的业务，每礼拜敢会使用半工到4个去练习。过伍门是唯一的女性飞手，认真甲拍拼的程度未输男同事。不过任务小组成军较无一个月，练习的过程都要克服真侪惊险甲难关，而且成员差不多拢唔捌耍过无人机，无空拍经验，都要经过1年到2年训练，通过考试，才有到正式上线。以前大概很少有机会去接触遥控飞机或是遥控汽车，那真的玩了之后会发现，其实它的美感真的很多，真的要手脑并用。就是空中一个姿态，其实就是要马上去应变，就变成内化说你的那个反射动作。我觉得是一个挑战吧，对，因为感觉要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简单。毕竟这个技术是真的需要长久以来去磨练，就像你开车一样，需要多开才会去熟悉它的。它会有一些那个拱门，然后你就是要想办法让飞机穿越那个拱门，然后完成这个关卡。然后它会每个关卡会越来越难，所以就会很有挑战性。你就可以借着那个练关卡的方式，然后就不会觉得无聊，会觉得蛮有趣的，就会想要一直玩，一直练。无时间去室外练习，龙航所特别带一台电脑模拟设备，让飞手伫手内卖使循环练习，调整各种飞行的情景，考验应变能力。降落跑道。在草地上。对。这是我们平常练习的样子。然后可以再重来，就是一直做重复的练习，到熟悉，然后熟练稳定这样子。就这样有帮助吗？你觉得？非常有帮助，就是在我们对于飞机的一些飞行状况，可以及时去做调控，可以做一些及时的反应。我们让外行人看觉得蛮好玩的，好像在玩电动一样。对，这是玩电动，就不要把它想的太难。虽然看起来轻松简单，不过记者实际操作较无10秒就失败啊！这飞手为了赶紧会晓，是用牺牲休困的时间，也是加班家己练习。因为因知影讲，雄鹰是研究人员心血的结晶，可以伫空中咧飞，成功执行任务，竟然是真侪人的期待。这一台跟农航所的雄鹰是同样的机型，都是国内第一架国产的定翼型无人机，而它诞生的基地就在这里，位于台中的中部科学园区。工程师详细安装，雄鹰渐渐的成型。出手前检查每一条线路甲零件，袂使有任何差错。组装的过程中，秘密武器租价750万的牛车型镜头嘛难得公开。除了高规格感测器以外，载具本身嘛进入内容。那为了要搭配，让它整体的空气动力学可以符合我们的外形，所以有进行一些流线型的配置。经过2档的研究甲改造，目前雄鹰其实是第2代，甲第1代设计款无同款，有 A 型的尾室甲双屏的设计室。雄鹰无人机流线的设计更加符合飞行效益甲成本。我们所研发出来的，其实强调的是国机国造这一个国产的精神。它所有的程式码都完全是我们台湾本土的工程师自己所淬炼、自己所写的。那这更重要是也没有治安疑虑。它有11000嘛哈，等下11000对。教官现在下方是不是鹅銮鼻？正在我们下面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的航线就在前面了。过去机龄40年的载人无人机，虽然讲航权会使达到1万英尺，会使翕到大寸尺的影像，不过时常因为天气条件甲分站炸条咧，无法度执行任务，也是影像的品质无好。2016年，直升机的无人机加入航拍行列，大量扩充这个观察的角度，
因为抵抗时间游玩伤短，一直到2019年推出鱼鹰，变成航拍任务的一大利器。无人机从那个发展到现在大概有10几年，而且它的性能越来越稳定了。哦，那加上我们农航所，因为最近飞机已经老化，那新的飞机购买中还有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是想说用无人机来替代，未来再装不同的感测器，譬如说热感，在野生动物调查方面啊，甚至于森林火灾灾后的应用，这些我们都一直持续的在推广，尝试的利用。成军60年，农航所负责国土监测、甲农林渔牧资源调查等等的重任，用相片记录时间、空间，对着时代甲科技的脚步，进步到自动导航的固定机式的无人机，用更加侪无同款的角度留下台湾这片土地历史的印记。